Element Entry Methods 元素輸入方法類型。該應用程序提供咗多種元素輸入方法，例如自動、手動同埋批量元素輸入 BEE。你仲可以使用管理流程，例如工資管理同埋缺勤記錄嘅條目，自動輸入元素。當員工滿足你喺元素鏈接級別定義嘅條件嘅時候，應用程序會自動進行輸入。要啟用自動輸入，請選擇 Standard 元素鏈接上嘅選項。自動輸入僅適用於重複出現嘅元素。當員工喺收到元件之前，必須達到一定績效水平。例如超過銷售配額嘅時候，自動輸入係唔合適㗎。但係你可以指定條件，如使用年限同埋服務年限，以延遲元素嘅自動記錄。如果你輸入年齡或服務年限條件，則員工喺滿足資格條件之前唔會收到元素條目。當員工唔再符合資格嘅時候，應用程序將終止參賽資格。批處理元素輸入 BEE Batch Element Entry 係一個開放接口，允許為單個員工或員工組批量加載元素。使用 BEE， 你可以通過批量輸入元素信息嚟節省時間。你可以定義一個批次、批次中嘅行以及每行附帶嘅值。佢可以幫助你確定如果元素已存在，該點算。你仲可以使用 DateTrack 指定係要覆蓋定係替換將來日期嘅條目。你仲可以記錄常規付款處理所需嘅 time card 數據。例如，你可以記錄多個員工喺當前工資期間嘅加班時間。BEE 方法，你可以使用 BEE 方法嚟喺處理元素條目之前，請創建、提交、更正同埋重新提交呢啲條目。喺傳輸條目之前，對其進行驗證。為一組員工生成批處理行 line， 每個元素都有默認值，為每個批次定義你自己嘅控制合計。該應用程序提供預定義嘅控制合計，用於檢查批次中嘅行 line 數，以及對付新值同埋工時求和。BEE 方法示例，你可以插入或更新經常性薪酬類型，例如薪金、津貼同埋佣金。你可以輸入工時記錄卡數據或其他非經常性元素，包括缺勤。你仲可以喺應計計劃中登記員工，並對經常性收入或扣繳輸入特殊嘅一次性更改。如果使用 Oracle Time and Labor 輸入工時卡，則可以從 OTL 中嘅時間存儲自動創建 BEE 批次。呢個使你能夠將時間數據上傳到要素條目，以進行工資單處理。手動輸入元素，你可以使用 Element Entries 窗口手動輸入元素。喺第一級限制中，你只能從 Available 列表中選擇一個元素。此列表僅包含員工有資格使用嘅元素，即僅包含員工滿足元素鏈接嘅資格條件嘅元素。你可以選擇員工有資格使用嘅元素，然後輸入值。此時你指定嘅任何驗證規則亦將應用。你仲可以阻止用戶喺 Element Entries 元素條目窗口中更新一組元素嘅條目值。呢啲通常係你通過特定於每個本地化嘅表單更新嘅元素。你必須創建自定義元素集，並為 HR Non-Updatable Element Set 用戶配置文件選項選擇佢。你可以喺任何級別設置呢一個配置文件選項站點、應用程序、責任或者用戶。喺 User Profile 選項中選擇元素集後，你可以編輯該元素集。最終用戶將能夠喺 Element Entries 窗口中查看呢啲元素，並且可以編輯字段，如 Reason 同 Costing， 但唔能夠編輯條目值。佢哋唔能夠使用 Update、Override 同埋 Delete DateTrack 嘅模式，因為呢啲模式可能會刪除喺其他位置設置嘅條目值。薪金頁面一個單獨嘅模塊，詳細介紹咗 Salary Administration 嘅設置同埋使用。此處包含此概念係為咗提醒學生，當佢哋管理 salary 時，應用程序會自動維護關聯嘅 salary 元素。薪金頁面其他頁面同窗口，如 Salary 頁面允許手動輸入元素。使用此頁可以輸入建議嘅薪金值同組成部分，以及已確認嘅薪金值。使用 Oracle Web Applications Desktop Integrator、Oracle Web ADI 下載薪水，並喺電子表格中更新佢哋。你仲可以使用佢嚟上傳提案或者已批准嘅更改。缺勤詳情窗口
記錄缺勤同埋 PTO 應計嘅設置喺單獨嘅模塊中更詳細咁介紹。此幻燈片旨在提示學生，當佢哋設置任何類型嘅缺勤或生病嘅時候，應用程序會自動維護同缺勤類型關聯嘅元素中嘅值。Absence Detail 窗口顯示缺勤同元素之間嘅關係。當你輸入元素時，應用程序會自動確定應進入該元素嘅值。例如，應用程序確定係將3日嘅缺勤記錄為3日定係等效嘅小時數。你可以喺 Absence Details 窗口中輸入詳細信息，例如病假同埋休假。此外，你仲可以輸入缺勤，例如帶薪休假同無薪休假。通過自助服務或 BEE 輸入嘅缺勤，亦會創建元素條目 Element Entries 窗口中嘅安全性。如果需要自定義接口，可以設計自己嘅表單嚟調用 API。此自定義表單嘅行拉為類似於 Salary 頁面或者 Batch Element Entry。Element Entries 窗口中嘅安全性，你可以限制用戶可以喺 Element Entries 窗口中查看同埋輸入嘅元素。為此，請根據以下條件使用 Custom Form 功能。元素集僅限於你定義嘅元素組。元素處理類型僅限於 Recurring 或 Non-Recurring 類型嘅元素。要素分類、帶薪休假或自願扣除等分類。你可以使用此功能創建 Element Entries 窗口嘅多個版本，例如每組元素一個版本。然後你可以將每個版本附加到相應職責嘅菜單，幫助主題有關元素輸入嘅詳細信息。請參與在線，幫助主題補償輸入，使其快速可靠。元素驗證選項喺為元素定義輸入時，仲要定義每個輸入值嘅驗證。你選擇嘅驗證控制工資單管理員可以輸入嘅值驗證選項包括定義最小同埋最大值範圍，提供字符類型嘅值列表，使用公式為單個值定義複雜嘅驗證規則，為任何輸入值提供默認值，並喺每個鏈接上提供唔同嘅默認值。違約，你可以為任何輸入值輸入默認值，亦可以喺每個鏈接上使用唔同嘅默認值。如果將輸入值設為用戶不可輸入，則默認值適用於所有條目。喺元素鏈接級別輸入嘅默認值將覆蓋元素級別嘅默認值。如果更新元素級別嘅默認值，請記住仲要檢查元素鏈接上嘅值。hot 默認，你可以保持元素或鏈接嘅默認值，並自動更新現有條目。使用 Input Values 輸入值窗口中嘅 Hot Default 熱默認值選項，其中熱默認值喺引號裏邊以紅色顯示。當你喺 Input Values 輸入值窗口中更改默認值時候，佢將自動更新顯示默認值嘅所有現有輸入值，但係更改默認值唔會影響已覆蓋默認值嘅任何元素條目。換句話說，覆蓋熱默認值會斷開元素條目同默認值之間嘅連接，從而阻止將來自動維護該條目值。你可以通過清除 entry 值中嘅值嚟恢復自動維護，而再次顯示默認值。Oracle Fast Formula 公式驗證，使用 Oracle Fast Formula 通過條件邏輯驗證條目值。該邏輯對唔同嘅員工使用唔同嘅標準。例如，你可以為唔同位置嘅員工設置唔同嘅最大值。定義公式，以便喺應用程序執行驗證時返回成功或者失敗消息。例如，失敗消息可以提醒用戶佢哋輸入嘅獎金金額超過咗此分配允許嘅最大金額。元素輸入 API 調用驗證公式，因此你嘅公式有助於驗證使用 BE Element Entries 窗口同埋調用 Element Entry API 嘅任何其他接口創建嘅所有條目。示例驗證公式，一個有效且完整嘅公式示例。該公式檢查條目值係咪少於200000，佢顯示咗驗證公式可以有幾咁簡單。唯一嘅輸入係 entry value， 你無需知道輸入值名稱。如果然後 else 語句檢查條目值，turndown 函數將 entry 值轉換為數字。呢個係因為應用程序將所有條目值存儲喺相同嘅數據庫表中。喺同一列中存儲唔同類型嘅數據嘅唯一方法係使用 character 數據類型。喺定義輸入值嘅時候，你可以選擇唔同嘅 unit of measure 度量單位。喺呢種情況之下，應用程序代碼始終喺用戶界面中正確解釋佢顯示嘅公式類型，只能夠返回兩個值，即 formula status 同埋 formula message。狀態可以係 S 表示成功
亦都可以係 E 表示錯誤。該消息可以包含文本以幫助用戶。